着我的郎。忽听窗外有人叫杜十娘，手扶着窗杆四处望，真不见我的是闷的话，你要是闷的话，对我是娘家，是娘我为你解忧伤。郎君呀，你是不是想爹娘？你要是想爹娘，我是娘家，是娘我跟你回家乡。郎君啊，你是不是困？你要是困的话，对我是娘家，是娘我扶你上竹床。是娘呀，杜十娘啊，手捧